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9月11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今来关心新竹空军基地一只幻象2000战机，昨暗8点多伫新竹的外海失去动力全失事，飞行机顶的飞官射派粉上尉紧急弹射。有逃生，加在伫国防部和海巡全力搜救之下，昨10点多找到人啊，而且意识清楚，赶紧送台中的东综合病院5车分医去治疗。暗暝中的天顶，一个光点来回伫咧飞，一台幻象2000战机，昨暗8点05分自新竹基地起飞执行夜航训练。煞毋知什么原因，晓伫咧新竹外海，总统赖清德指示各单位全力搜救，赶紧甲飞行员救出来。大概8点47分的时候接到通报，那当时我们的线上巡防艇上午8栋艇已经赶往现场。那海巡署非常的重视这个案子啊，目前已经派出1舰4艇在全力搜救当中。空军第2联队所属的幻象2000战机单座机编号2047，机顶的飞官是空军官校105年班的射派粉上尉，飞行总时速710点钟，伊成功弹射跳伞逃生，不过状况不明。好康在伫昨暗10点22左右，空军海鸥救援直升机已经找到这位飞官。已经找到人了，慢慢好不容易请海巡的点，海巡赶快移到我的位置。成功救援射派粉人抑阁正争抢，今仔日透早1点多送回台中港，后送台中东综合病院5车院区接受进一步的检查。除了海委会主委管碧玲伫咧 FB 激动的表示天佑台湾。行政院长杜英泰也指示国防部调查事故原因，并且适时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咱国防主要的战力之一幻象战机传出失事，因为其实对1997年组队甲打已经有发生9摆重大的飞安事故，有造成5个飞官殉职，也毋过有8人互救起来。后续一点在这边规划。飞官黄仲凯2002年3月14，在幻象2000战机伫台东的外海失事，平安被救出来。经过2礼拜休养，迄当阵的总统蔡英文去慰问，人会当平安，专家认为是飞行员操作弹射以 SOP 标准。他才有在正常情况之下拉射、弹射投柄，然后顺利弹射跳伞离开飞机，然后到海上的求生他也很落实啊，所以他没有伞衣罩领，他人跟伞分离，他都有做操纵嘛。这是幻象战机服役27年来第8件意外。作为咱国国防主要战略之一，是不是让维持战略，迄当阵就引起讨论。霸方提供的这个报价太过于高昂啊，不是我们现在所能够负担起的一个价格。所以幻象2000战机其实跟25、6年前引进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是既然我们引进了66架新的 F-16 Block 70战机的话，就必须非常认真思考幻象2000战机未来在我们中华民国空军的使用存续状况。幻象2000辽人叫做法国贵族，一台就按13架。台湾甲法国买60台，自1997年开始交机以来，伫台湾发生过8遍的意外。第一遍发生伫1999年，迄当阵2位飞官跳伞被救出来。同年12月，阁发生一件，淹过飞官因公殉职。了后，2001年、2002年、2012年、2013年、2017年、2022年，伫台湾阁发生事故。另外，2012年，飞官王同义到法国接受训练时阵，不幸涉机殉职。佮加上这边新竹这件幻象2000服役27年来，已经发生过9遍重大飞安事故，5位飞官殉职，有8位被救出来。目前战机是剩53台。记者综合报道。其他的消息，咱来关心台北地检署侦办建华城案，昨昏是头届提审洪秀爱的民众党主席郭文哲，阁有台北市政府市长裴振声，要厘清因2个人和威经集团敢有金钱的往来，敢有对价关系。另外，针对杨洁篪的变动，敢有人违法做出指示。由法警介护行到金皮车，民众党主席郭文哲行伫队伍上后壁，伊方羁押第6天初10下昼，予检方头一摆提审到庭。
律师今天有什么对策吗？三名律师先后行伫北检，拢无加做回应，只伫前一天转达国文题声明，请检察官伫受押案2个月内，尽一切调查义务，也会尽力配合。另外，检方侦办专案，除了要厘清国文题，甲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之间，敢是有翻译联络，敢有金流来往，甚至对价关系，搁较要调查市场家长到底是啥物人地。早一步伫早起，互北检提讯的，也有前北市副市长裴金星，毕竟为逼出变迁到家长，甲2个人拢有牵连。警方社会用制度变动，客观上敢是合法，官媒体敢是有受气，主观上敢是知影，也是有违法指示。专案疑点真侪，裴金星敢是转做污点证人，互检方做出突破口，也引起关注。有没有可能转污点证？你们有这个打算吗？现在都不方便透露了。警方社案继续烧，今年警察也无停，查查去约谈。相反，警方社案的北市府公务员以证真身份告案，连续这2天，更加是密集提讯，先庆经裴金星郭文铁，继续比对供词，找出更加侪事证，厘清案件的真相。还有提出什么特别要求吗？除了检方有所行动，先庆经律师也到北所入境。不过专案更加逼出维京集团方发现的小破话，前台北市长黄大洲也伫名单内。不能这样欧北共啊，那怎么这样子呢？信口开河乱讲话呢？我们从来不收人家红包的人呢，是人家有送，我们都跟他拒绝了。黄大洲的家后对此严正否认，强调唔捌收过乱七八糟的钱，就算有人送过，也全部回绝。不过无论安怎，检方全力侦查，要互规个案件愈来愈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同齐来关心天气。目前伫关岛东南边的海面上，即马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昨8点的时，即马已经增强做今年第13号的风台。伫即个礼拜会去挖进琉球，咱来看今仔日云图。今仔日咱台湾天顶是拢无云，今仔日天气会真翕热。热带性低气压已经渐渐离开啊。今仔日日是咱台湾各地含外岛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伊若过到了后，是爱细至西半部、东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仔日伫高雄和屏东各地头的山区，雨嘛较明显。气象署是有针对湘北、台南、台东发布高温的资讯。今仔日各地头高温普遍是伫33度至35度，伊若北部的高温会较悬，会达到36度左右。苏花公路伫车北是落大雨，总得到好人的铁路、公路又搁拢断去。交通部长伫昨下晡起视察苏花公路和台铁的灾情。部长表示，为着要确保通行的安全，即马政府有3个计划正在进行，包括山架的预警系统，也有铁公路的重建和花东 SOP 的疏运计划。真长的摆列车阵看无位伫倒位，民众伫中地管制站等待下晡3点放车。除了肯定抢修人员的辛劳，也希望政府会当有更加积极的做法。民隧道那一种的，加强一点，安尼来改善交通问题。落雨就放，地冻就放。这个真的很痛苦呢。苏花公路车北下晡因为强降雨，总地到好人区段铁公路捌中断。交通部长陈世凯下晡去视察苏花公路中德段甲台铁灾害段。陈世凯表示，为了保障通行的安全，有3个计划正在进行，包括山坪的预警系统，也有铁公路重建，也加订定花东的标准疏运计划。未来若是有状况，伫3点钟内都要启动疏运。长期来看，我们是希望能够建立蓝色公路的这个通路，好，让我们大家平常时观光可以来使用。遇到比较天然灾害的时候，需要疏运的时候，我想这些船班对民众来说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4月初3强烈地震的影响，国家凯美风台侵袭，总地到好人段山坪受损真严重。专家讲，崩塌的土石量伤济，无法度用人为的方式处理，更来当听候自然复原，短期无解。无解，这个一定无解，因为这个土石量太大了，而且你现在整个是在边坡上面，所以你没办法用人为方式说，哎呀，我去清它。若是路网中断，想要去花莲，还是离开花莲，拢变得真了时间。空运方面，花莲机场本来每礼拜往回台北、台中、高雄拢总14班，而拉线公路的部分，目前为花莲港到所有港无固定的航班。若拄到陆路运输中断，航港局收到公路局的通知，才会调新大马轮、平湖轮这船只协助海运备援机制。
选项的部分就是一定要去提供，没有办法只是一个临时的航班之外，有没有一些定期航班的一些可能性？李英雄认为，面对极端气候变化，政府应该提早准备替代交通选择，包括提供有够的定期航班稳定服务，卖当进一步思考交通结合观光的可能性，搭配商业促销方式，为保存开始累积人阵，进一步发展成定期航班。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铁的董事会昨昏开会，有进行票价调整方案的讨论。台铁的相关单位有提出3个方案，伫合理的报酬3%、4%含5%这3个方案提供出来讨论。相关单位是希望讲会当以3%这个方案来讨论，要过若是以这个方案，票价平均的起伏是超过3.5%。董事会是认为讲，报告内底针对票价调整相关的评估资料还佫无够集中，所以即马是退回，希望讲伫后一届的董事会才佫提出来讨论。中立火车站人来来去去，多数人拢是使用自动买票机买票，但是票价特别起啊，旅客多数拢是支持的态度。我觉得涨10块钱以内，我都觉得可以接受的。对啊，因为其实就已经是蛮习惯这种模式的。调高个10-20块也没关系吧？原本价格再调高个10-20块也是可以的。台铁董事会车站下昼针对票价调整方案进行讨论，当中有合理报酬率3%、4%、5%3方案。为了避免起伏上大影响民众权益，营运单位建议以3%方案为优先考虑。换算落来，平均起35.62%。那以这个幅度，计算中立到南港区间车票价会由原先70起到95块。台铁公司规划起伏会随期日递减，当中票价波动较细。那底度虽然起伏较济，也毋过因为通勤旅客使用铁巴士影响较细。经过大约4点钟的讨论了后，董事会认为报告欠部分票价调整相关评估资料，甲其他分区比较，参敏感度分析，决议退回营运单位修正。他们做讨论完之后，我们再做进一步的研商。我们希望大家都尽量搭乘大众运输的状况底下，这个票价要是大家能够接受的状态比较好。距离上一次票价调整是将近30年前的事情了。那我想，如果我没有一次涨足的话，台铁有没有下一个30年？这个完全没有人可以保证。台铁产业工会发声，也是希望会当一摆起合作，解决过去台铁因为政绩带来大了钱，也发声增加票箱收入了后，爱变的专款用伫安全解决上。台铁票价调整方案，互董事会退回了后，留点后摆董事会讨论，但通过了后，才会当送交通部审议。由罗志玲、阿北婷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含乡亲，咱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台北歌剧工会9月初1日时度过63岁生日，伫后个月伊嘛伫大巨蛋国庆晚会来演唱。伊昨昏是发出公开批，证实讲伊伫2015年退出歌坛了后又着癌。几若届面对气部假塌大出血这个问题，那后嘛烧声，声音受影响，无法度讲话。9年来，伊继续对抗癌症，伊嘛鼓励抑癌的朋友爱正面乐观来过日子。来看《中国时报》，头一批福建的旅游业者探路团已经提出申请，9月18时就会到金门进行3天2夜的旅游行程，卖含在地的旅游业者来交流。因是希望讲会当伫中国11长假的期间，恢复中国观光客去金门旅游。来看《自由时报》。美国联邦众议院9月初9开会的时，虽通过阻挡台湾冲突法案，若是中国对台湾发动攻击，还是封锁这行为，美国的财政部就会随冻结中国领导阶层高官甲因的亲人伫美国非法的资产，卖停止因伫美国的金融服务。就来关心中国即马伫头来扰乱咱台湾，破坏台海的和平和稳定。为着要阻挡中国，美国众议院是通过台湾冲突阻挡法案，内容是中国若是拍台湾，美国的财政部就会公布中国的高官因非法的资产，卖切断因和因的厝内人使用美国金融服务的权利。中共军事混大相关台海情势紧张，美国众议院为着协助中共反台，跨党派机关共同提出台湾冲突合作法案，得到无异议通过。一旦中共侵台，美国财政部会当透过公布中国国产伫全球的资产，佮切断因甲家庭使用美国金融体系权利，冻结伫美国的资产等措施，就此阻止中国侵略台湾。这个法案呢，也有助于从经济的层面来遏阻中国犯台的意图。我们还是感谢美国国会
持续的是用立法的作为来维持印太区域的和平和稳定。外交部表示，诚挚感谢会关注法案后续进展，针对法案电台冻结中国高官主女的美国资产外界解脱，对协助中国高官下调支持反台力度有帮助。美国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德国传出有意派遣巴登福腾堡号、洪南加法兰克福号补给舰两只军舰过中经过台海，引起中共不满。尤其公司记者今年到伫夏威夷，看到巴登福腾堡号参与环太平洋军演，展现德国重视印太区域的威胁。那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些船舰经过，它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在亚太或第一岛链这一带有任何的一个军事，我直接讲就是作战的一个状况，这是很不太机会是不大的。但是它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去达到一种对美国政策的支持。德国国会外委会主席罗斯表态支持德南经过台海，认为这不是假事，而是韩国航行自由。学者分析，德国在美中竞争局面选择徛在美国这边，来换美国加强对北约的支持力度。记者综合报道。贷款咱台湾推动国南国造有编129亿，要来发展海巡的远洋也搁有巡护船的计划。按算要伫10年内要做出6只高纬度的远洋巡护船。昨昏海巡含台船因就举办头一只船的开工典礼，按算2年后会交船。浙江帮的开关企略上定正式动工，海委会海巡署规划伫10年内打造6只新式高纬度远洋巡护船。经过1年的规划设计，车执举行第一只船巡护10号的建设作业动工典礼。可以航行南纬、北纬各55度的广大的范围，涵盖了所有台湾远洋渔业的渔区，最远的渔区。我们透过这6艘造舰计划，我们都可以抵达。机器当列车第一德港帮，台湾伫民国111年编列129亿，要做筹建海巡远洋巡护船的发展计划。第一只高纬度远洋巡护船按算2年的做了，有计伫115年8月交船。根据规划，新型巡护船会分做2种船型：海上侦察型甲运输补给型，拢会设置无人机的单射架甲回收架。执法武器呢？它从原来基本的这个机枪呢，升级为我们中科院自己研究的20机炮遥控炮打，所以又增加了模组化的这个货柜设计，所以让我们新型的这个高纬度巡护船呢，可以成为多功能的船舰。新式巡护船的结构甲性能拢有明显的提升，就是要扩大保障渔民的海上作业安全甲公海渔民巡护。现主时海巡直直增加新式船舰，代表台湾国南国造走向新的时代。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风声讲，明年国防部要减外岛的官兵，要减15%，而且伫配额会减上济。严格国防部是对外表示，目前并无调整的规划。也若军事营区安全维护条例相关的配套，昨昏已经有过。国防部嘛对外表示，若是去翕到伫车路咧走的军车、天顶咧飞的战机，也是海面上的军舰，拢无算违法。东炮射击显示国军的战力，为了要强化国防量能，今年开始义务役改做1年的役期。不过，依照国防预算书内面显示，外离岛、马尼岛的预算员役减少上千人，其中以偏好为主。所以大家伫咧注意讲，是不是裁减偏好的兵力？近年来少子化趋势以及社会企业增财等等的因素影响，着审这个现员数以及退补情形之后。下修了114年度志愿役的预算员额，国防部并无编组调整的规划。国防部表示，会甲离岛官兵预算员役减少15%，这是参照113年一男结婚人数分配外离岛比例等综合考虑。陆军也强调，外离岛守备边线比无偏见进行。因若军事营区安全维护条例的配套有过内面说明，路会走的军车加天顶飞的战机。海顶伫咧航行的军舰翕相深受犯法。不管你是开战机在空中飞翔，还有在海上航行，在路上的战车都不违反我们这个营区的安全管的规定。国防部强调，袂使翕停伫咧机棚内面的战机，也要注意各营区的管制范围无共款。若是气港报道已经伫这禁止翕相的区域，也袂当翕。因为讲传出讲，各座舰艇的原型舰海鲲号。停伫咧港口的测试有70项以上无通过，
海军是澄清讲，目前停工设置进度大概是50%到60%，确实有11项缺失要改进，是袂影响明年11个交件。也证实有7台后续舰将会采取2+3+2的生产顺序，主要是考虑到大船的产能，未保留后续舰春季的综合因素。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无极风台扫过越南，造成越南30年来上界严重的灾情，超过60个人死亡，阁有一座桥崩去，8啊只车搬落水，即马有13个人失踪。伫福寿省普通市车正济方舟桥吹到瓦道时阵，桥崩去，车乌多摆几落10个人落个水内面被水冲走，只敢若几个人被救起来，其他人拢失踪。即马军方要起一座代替便桥。Từ cõi chết trở về, vì lúc mình rơi xuống là mình nghĩ là em thì không biết bơi, mình rơi xuống mình nghĩ mình sẽ chết rồi. 这是越南30年来拄到上强烈的天灾，北部地区受到严重的破坏，150万户失电，高速公路拢淹水，电信网络断去，几落万幢树啊倒去，真侪基础设施、工业中心拢停落。这间餐厅头家已经了借钱来整修，要做生意，怎么拢挥花去？ Cũng không ra, mình có buồn cũng không dám nói, không dám nói là lúc nào cũng nói là mình khổ thế này cũng không được, thì thôi cố gắng, thì mình khắc phục. 每一风台吹到伫西北部安排省造成大水灾，有一寡所在水淹到1公尺悬，2400多户被疏散到地势较悬的所在。沿海城市有要甲5万人被撤离，包括首都河内在内，北部12个省份的学校停课。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另外，来关心国际山难，有2个意大利的登山家伫白朗峰附近的山顶风找到遗体，也若伫瑞士和意大利交界的罗沙峰是熊熊崩逝，有1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法国救难官员查实讲，伫阿尔卑斯山上悬峰的白朗峰外法国这边海拔4700公尺的所在，发现2位意大利登山客的尸体。 初步看起来，因是因为体温失调而死亡。因初7顶礼拜6天气歹，向救援人员发求信号，无久就失联。也因为天气无好，救援人员无法度自地面或者是坐直升机到因的所在。另外2位韩国的登山客是伫海拔4100公尺的所在被救到。白朗峰海拔4808公尺，是真侪登山客想要挑战的山。今年6月，台湾登山界真有名的张元石，去爬白朗峰时阵，无顺利。 盘坎卡死亡，意大利西北边的奥斯塔国罗沙峰发生雪崩，找到1具尸体，救到4个人。专家讲，一开始接到雪崩的警报，了证实发生紧急事故。一寡爬山的人经过一个较敏感的地区，大范围的雪熊熊自山顶崩落，造成伤亡。救援人员讲，一寡爬山的人是对西班牙来，接到报案就随派直升机要去救。严过风镜头，对镜头的人看到直升机，互风吹甲强要无法度飞。严过好家仔也是飞到位，甲人救带。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欧盟、荷兰的政府和其他的私人企业因有做伙投资，希望要来打造时速会当冲到700公里的欧洲超级高铁。即马伫荷兰已经测试成功啊！即马打算伫2030年要开始载人也是载货，而且后一个阶段要研发时速会当超过1000公里的超级高铁，嘛希望会当伫2050年开始走。 欧洲上长的超级高铁时速上悬，会当来到700公里。测试的时阵是以30公里的速度，沿荷兰的北部伫34个互相连接，大概直径是2.5公尺，总长420公尺的架而且真空的滚滚轨道内面完成。成功的迄个时阵，互工作人员拢通过。事实上，欧盟、荷兰和其他的私人企业早在2017年就有建立欧洲超级高铁的想法，因大量投资伫基础建设和研发的部分，计划伫2030年欧洲就有第一条用来运送乘客和货物用的超级高铁，而且希望在2050年会当打造时速1000公里的超级高铁。若是以即马台湾的高铁上悬的时速是350公里来讲，即马台北到高雄是需要96分钟。若讲时速变做1000公里，等于是紧3倍。若是安尼，台北到高雄就干那需要半点钟尔。 We are ready for passenger operations by 2030. That has been our roadmap for a long time, and that is still our roadmap today. We are on track.
事实上，会有超级高铁这种概念是在2013年科技工人马斯克第一摆提出的。马斯克设想的超级高铁是被含轨道去下到初步的状态。另外，嘛是自动驾驶汽车的傍空。马斯克的超级高铁上紧会当以每点钟1223公里的速度，甲乘客载去另外一个城市，亲像是美国的洛杉矶到旧金山长645公里的路程，赛车要开6点钟，要甲伊缩短到45分钟。而且一座超级高铁的票价是免$100，差不多大票3220块。但是路尾所因为要改善美国传统基础设施的成本实在伤悬啊，结果失败。马斯克的对手威登航空的创办人布兰森，嘛在2020年投入开发，而且捌在内发达州来测试，但是大条钱开落啊嘛无明显进展，所以来只好大量裁员，而且2013年甲相关公司拢卖掉，后壁嘛无法度营运，落尾嘛只好关起来。公司新闻新路杯编译。今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含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伦敦和英国的外交大臣进行英国美国两国战略对话。布林肯表示讲，双方拢有讲到要安怎来共同确保台海和平和稳定，而且嘛要确保南海的航行和飞行的自由。也若洛西亚拍乌克兰是真袂煞，伊有证实讲洛西亚有收到伊朗提供的第一型弹道飞弹。来关心欧盟，即马针对苹果公司 Apple、Google 的母公司两间美国科技大公司违反竞争规定做出裁罚，也毋过这两间公司不服拢有告去法院。法官这官司已经拍真侪年啊。欧盟最高上诉机构欧洲法院伫今仔日判欧盟伫这两件官司拢胜诉，宣案确定。英国嘅福斯汽车摩斯瓦根，佢今日宣布，因正式要停止1994年和工会所签的就业保障协议，而且伫半年后要停止。公司是有可能就因为营运的问题开始裁员，公司希望会当提早和工会进行劳资的协商。镜头等下咱国内，咱来关心高雄的检调，即马有了就一间生技公司。这间生技公司讲，因卖杀菌会当改善身躯顶的疤，而且佫讲这杀菌会食的。真侪民众真正互怪气，加入会员，利用鸟车会方式去招民众投资，7年已经赚5亿。目前负责人洪秀雅、涉任的干部洪以25万交保，检调即马要调查，到底有偌济人互骗去。铁柜包装这粒深色有金箔的纱纹，就是说明会宣传的重点。一粒爱几6000块的纱纹，讲好做洗了会当改善上气，佮讲是全球唯一一粒会使食的纱纹，骗一寡长辈来购买。他们比较厉害的就是可以告诉这些被害人把房子拿去抵押，然后抵押来的钱，他可以拿过来再继续做这些投资，吸引不特定民众投资。再将投资款项汇入凯强生公司所开设的银行账户，金额高达新台币5亿9千万元。检警发现，负责人姓董的查甫人以及姓林的总监，涉嫌为2017年开始，陆续以生技公司的名义，伫全台湾开说明会，以保证获利，每个月发现金，提供国外旅游这个讲法，吸引民众投资。也捌伫台北、高雄这个所在举办说明会，再个由当地的业务收投资钱了后汇入公司，7年来吸收资金超过5亿。根据了解，顶礼拜5检警捌到生技公司伫凤山高雄营业所所在，下晡去查证，市门连无人回应。主编讲，毋捌听过对方讲过，也是推销相关的产品。现在有寄存真线来给他，嘿，然后刚好放在我家信箱。你啊，较神奇，电视上就咧播啊，人就做这样咧卖啊，免伫私底下咧推销啊。检方侦办姓董的负责人、姓林的总监，一个公司干部等人。负责人9月洪秀雅，姓林的总监以25万块交保，嘛要扩大清查专案的金流，也甲被害人数。记者综合报道。那共款伫高雄有一个姓洪的查某人，8月初1日时，伊伫经日本餐厅共点1000外块的菜色，不过伊食煞了后，是讲伊身躯保钱通纳，即马是互移送法办。检方去侦办了后，发现讲伊是清在安尼死做，而且已经互起诉啊，佮毋惊，佮继续安尼。查某囡仔摇头表示无钱，这个20多岁姓洪的查某囡仔8月29去高雄一间百汇泰国式餐厅用餐，食煞了后，说讲无钱通付。泰式料理店报案，
于餐厅消费2272元，用餐后无力付款。依诈欺罪嫌逮捕洪显侦办。查某囡仔互警车载去，根据了解，这毋是头一届。姓杨的查某囡仔8月初1倒捌伫同一间百货日本式餐厅点火锅、看饭、电炉、饮料，拢总1400外，去互警方送办。无想到月底又搁去泰国式餐厅点做烤肉、咖喱鸡，这餐点超过2000块，搁无钱付。一再犯案，可见被告法治观念薄弱，对法院所判处的拘役处罚予以轻视。侦查中也狡辩否认，犯后态度显然不佳。因此，本署检察官向法院求处6个月以上有期徒刑。姓杨的查某囡仔2年来真侪家伫台南高雄的餐厅食饱饭餐，目前有10件判刑确定，1件起诉审理。地诉检方具体求刑，律师嘛提醒，食饱饭餐恐惊牵涉到刑法诈欺得利罪。检察官做具体的求刑并不为过。另外，检察官在本案才具体求刑6个月，其实在刑度上，甚至于有的检察官会在求刑上求得更重的刑。如果他个性这样子，很难。餐饮业者认为，动法虽然有吓惊效果，不过对于故意累犯恐惊无效。检方函件具体求刑，除了要予姓杨的查某囡仔好好反省，嘛要避免搁再有无辜的店面受害。记者综合报道。台中顶一日有民众看到讲，有一只警察车伫路口倒歪，险险去弄到人，加在即个民众随闪开。即马警方是表示，会针对即只违规的警察车开罚单，嘛针对违规驶车的警察做处分。穿红色顶冠衫的过路人行伫个斑马线当要过车路，这时阵对向一台警察车当要倒弯，但敢若无发现过路人差一点弄着，过路人嘛惊到，伫紧张的时阵，佫想要用手来动车，规个过程拢互其他的民众看到啊。应该是没注意到，或者是车子有那个A 柱的那个问题，对。伫采购早起10点左右，伫个台中市北区的汉口路和陕西路口，这台警察车无让行人，民众甲警方检举，警方讲，除了对这个环境会照违反道交条例来处罚，嘛会来对处行政处分。本分局将加强对所属员警的交通安全教育，应遵守这个慢看停原则。根据台中市警察局的统计，汽机车无让过路人发生事故，第一季1月到3月有227件，第二季4月到6月是192件，看得出趋势是有在降。但是这半年已经造成508个人受伤，而且顶半年度已经处理5025件，再加上14个所在有处理无停让过路人的科技执法，让互过路人的安全更较有保障。共取缔了57件，那因为目前我们路口科技执法的部分，民众其实到这个路口看到有科技执法牌面，都会遵守相关规定，所以这部分取缔的件数也会慢慢减少。这样就是以前没有这样子啊，就是现在有罚款以后，大家就比较会礼让啊。就算是红灯了，也要看车子有没有过来再走，对吧？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现在民众讲，透过科技执法和动法，路口的停让虽然是渐渐有效果，但是伫个无处地的路口，依然是定有无让过路人的状况。除了加刑罚，过路人和驾驶嘛要互相尊重，安全才会当整体来提升。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伫对今年开始，咧处理掠无申请的大型的磅礴的广告。目前针对11条主要的道路，已经要求74底这款大型的广告要限期拆掉。民众嘛认为讲，准讲无规范，安尼乌白搭，会真正破坏城市的美观。卖厝、招商，又阁有活动的广告。高雄的街仔路定看到各种的磅礴广告。不过，即马挂伫咧市区主要道路、高速公路边仔的广告，若是无照规定申请，环保局已经开始处理。到8月底，因拢总处理74地违规的磅礴广告，其中有71地拢是租厝卖厝的广告。南亚机关吴小婷伫咧面册答问，即支干大铁租厝卖厝的广告是不是想要暗砍高雄经济发展不好的状况？它要有一定的规格，好，你不能挂个悬挂，会影响到市容，或者影响到交通，或者是脏乱维护的问题。南高商圈需要的不是让环保局拆掉租售的广告，而是透过强力的计划跟招商的作为，让我们的热闹的商圈成为南高雄最美的风景。
面对议员的质疑，环保局长表示，此地违规的广告已经维持了2冬，目前要求违规的广告限期3天内要拆除，若无拆就会处罚。针对市政府要整顿市容、拆除主要道路的违规广告，民众嘛表示应该爱甲规范统一较好。就觉得很丑啊，有些悬挂的都没有统一，然后各式各样的。拆除的话，会针对于我们。看整个这样市容，我会觉得会更好看。但是对于一些有需求的，不管是建设公司、建商，或者是一些有需求的公司都好，对他们而言，他们可能是有这方面的需求，他们需要做广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去界定。无照规定申请挂大型的租厝、卖厝或者是破损的广告，环保局会依法处理，违规是罚5000块到5万。若有挂广告的需求，民众一定要提出申请。记者邱昭勇高雄报道。疾管署有公布，顶礼拜走北扣1000块的民众有13万人次，这嘛是5年来同期的新高。也若刷倒来，中秋要到啊，中秋团圆，大家做伙食物件，疫情可能会继续唱悬，一礼拜可能会有15万人次扣1000块。中秋节特别来啊，真侪人是准备哪看月娘哪行吧，但是细节莫甲落到病毒食落去啊。疾管署监测发现讲，今年顶半年落到病毒，到巴岛的军事通报内面有47件拢含食红蚵仔有关系，是比较早拢较侪。而且今年的流行病毒株对过去定流行的 G2.4转做 G2.17，占比有60%才侪。为着了后的主要镜头是想要吐含到头顶顶。如果是像婴幼儿或者是老年人，或者是本身是有这个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呢，有可能因为这个腹泻跟呕吐的症状比较严重，而有这个电解质不平衡，或甚至导致有这个抽搐或死亡的风险。疾管署表示讲 ，G2.17已经8年无流行啊，加上病毒基因定组，造成遮侪民众无免疫力。今年测伫台北市的溪山里，西门町的粗瓦向热加食物中毒的案件，病毒检验出来拢是 G2.17。最近4礼拜，老北岛的军事通报有101件，创5年同期的新高，是以餐饮、旅宿业上侪，检出露露病毒占半数以上。如果中秋节过后，疫情还会起嚟。但一礼拜就近会到15万人次。中秋前后，由于这个烤肉、烤海鲜等等这些活动容易导致这个腹泻的风险会上升，所以中秋后的腹泻疫情事实上是会再上升，而且可能上看单周15万人次不可不防。疾管署提醒讲，亲像蚵仔这种有壳的海产，因为过滤海水来掠食，造成病毒量是比适可里的海水悬几10到几千倍。若是无烘好熟毒食落去，有可能会因为安尼感染。建议民众烘蚵仔一定要等甲壳拍开了后。搁继续煮3分到5分到全熟，千万莫想讲莫较熟较好食就随食，避免造成胃肠无爽快，还是感染胃肠炎。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去家己布袋嘅竹南盐场，为着要保留永过布袋拍盐的历史，对2008年开始，因着结合生产、生活和生态这观念来形成盐的文化。即马盐场和家己县政府有做伙出版一本册，要互民众了解咱台湾拍盐的历史。平常时料理煮食的时阵，拢会用盐来调味。盐阁会当摕来新物件，是食食文化当中一项普通煞袂当无的材料。为着要互民众了解盐的知识甲运用，家己县布袋竹南盐场配合家己县政府出版一本专门紹介台湾盐的册。做盐的人拢有一个心情，拢有一个想法，应该互大家做伙出来。为什么？因为大家拢做孤单甲寂寞，定定仔咧做。产量也无大，但是人有一本册会当介绍较侪人，这是一件好的代志。这本册的收为作者开卖3档的时间，唔但紹介到台灣沿海鄉鎮較早排鹽的歷史，佮有記錄台灣即擺也佮有做鹽的所在，向大家來分享台灣海區、山區安怎用鹽來洗食物的習慣。全台灣去採訪這種鹽的醃製物啊、保存的這種食物。我覺得剛好記錄了一寡老食物的故事，然後也記錄了這些地方的一寡食材、甲人文的故事。鹽的價值，伫阮遮有足濟種的產業，這個產業的價值，唔是干那一個農漁業爾，所以阮透過這本冊，要咱互咱的台灣甚至世界會當知影，阮這個產業文化的價值。竹南鹽場的負責人，也是這本冊作者蔡仲橋表示，
因为家己县文化局的支持，才会当为家己县的布袋做起点，写这本绍介台湾盐的册。希望这本册只是一个开始，会当透过册的内容，让愈来愈多人来认捌台湾的盐。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每年是二战结束80周年，台湾历史博物馆即阵当地推出听海影特展，主要是咧讲二战时期咱台湾争做日本殖民地的这段历史故事。这届展览嘛和公共电视合作来呈现听海影这出戏内底的道具和历史资料。日本占领报道州，当时请训练师甲抢派大型的警路机，协助政府建设军用设施。报道具抢未砍一操劳死去，换胡了接落做，这是听海影的戏剧片段，呈现出战争时代艰苦。公共电视参台湾历史博物馆头开合作办这届特展，让大家通理解剧情背后真正的二战时期的历史。因为这摆用拍戏的器具打造真正实的情景。看完之后，你就会再更审视。现在自己的生活环境其实是真的蛮好的，对啊，你不用去面临这样子的人性纠葛。一方面是展现本馆归2次大战的相关的收藏跟文物，那另外一方面又是呈现听海勇剧组非常用心所制作的这些道具，而且是可以跟观众互动的这样一个方式，让大家能够重新回到那个时候的历史现场。公司适当时间制作这出《听海影》，正做台湾头一部二战的时代剧。那展览分成3个主题，在讲二战时期日本殖民地台湾参台湾人当中，有的爱去海外战争的状况。战争结束，大家煞有无共的命运，至少回去厝内安稳过日，嘛正做这台湾人上大的愿望。在龟田副指挥官的命令之下，要去好好教训那2个逃跑的俘虏。我觉得那一场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这是德仔他心情转变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地方。这一段的历史，它很值得去探讨，也可以触动国人的省思。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有一个主创团队提了案，那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去拍成戏剧的故事，所以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作品。伫等到明年6月7日，明年嘛拄好是二战结束的80周年。台湾历史博物馆讲，嘛透过这个展览，让大家有一个公共讨论的机会。记者宋台南采访报道。新竹旧港伫清朝时期是真重要的贸易港口。长期伫新竹推广武艺的强学团，特别带囡仔来遮，透过台语导览，让囡仔认捌过去这段历史。我有一个岛，伊叫旧港岛，西边种番麦，东边种番薯。在地社区团队特别为活动所创作的台语歌，宣传大家认捌旧港。新竹头前溪出海口有一个旧港岛，在清朝时代是当地真重要的港口。为着让囡仔更加了解当地历史，武艺团体特别参社区工作者，透过全台语的方式来了解旧港。看到新竹的人，其实足侪人唔知影咱遮有一个旧港岛。咱这个港岛，佫是伫拄好是一个足侪所在中，所以有一种甲大家连起来迄种感觉，我感觉是一个足难得的一个所在。就好耍的，因为平常时咱伫咧市区，可能较罕咧拄着遐侪人甲咱实共款，平常时拢甲囡仔讲台湾话，要毋过今日来就较亲切的感觉。除了用全台语导览，团队佫利用水景方式来让大家知影头前溪的水是安怎流对出海口的过程，佫带囡仔来到红树林进行生态导览。了解遮无共款的生态环境，啊，甲囡仔做伙买菜吼，饲鸡。阮希望讲，会当互台语真正用伫咱的生活内面，嘿。啊，其实对台语团的遮个家长来讲，伊嘛是互一个机会，会当去学习，会当服务，更较侪无共款的族群。最后，团队佫利用亲手办的恰查某，互囡仔体验饲鸡，体验岛面的一天。大家拢讲透过趣味活泼的方式，唔但会当自然学台语，嘛对家己住的所在加一份认同。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继续来看创作甘露水的台湾艺术家黄土水，伊1895年伫艋舺出世，伊是受日本教育，伊嘛影响侪人去日本学美术。为着要互民众更加了解伊的故事，即嘛有出版社出版伊的台语绘本故事。
望透过绘本，互咱台湾人会当找倒来这段咱捡倒来台湾史甲一段捡倒来。日本时代的台湾艺术家黄土水伊刻的甘露水，伫去年被指定上台湾国宝。今年9月初6，甘露水头一届以国宝的身份伫日本展览。黄土水是头一位伫日本学美术的台湾人，除了甘露水，水具系列嘛是真有代表性的作品。为着要互读者通熟悉伊含伊的创作，大地文化出版台语绘本《寂寞的天才》黄土水。所以这方式嘛，做足侪物件啊，伫迄阵的总督府总督嘛，拢足欣赏伊安尼吼。啊，毋过伊无因为安尼袂记家己是台湾人，吼啊，伊伫咧创作的过程当中，伊伫咧找讲啥物物件会当代表台湾。吼，啊，尾仔就是水牛，所以咱会当看到伊后期吼，足侪甲水牛相关的迄个作品嘛吼。黄土水1895年伫台北艋舺出世，捌入选日本电影世界。作者指出，入选电影对当时台籍的艺术家来讲是真公平的代志。伊的成就嘛，鼓励间水中但店铺顶人去日本学美术。绘本的总编辑表示，望透过这本绘本带动读者对台湾艺术家的兴趣甲认捌。我们其实超熟反骨、发疯、割耳朵，我甚至去看过反骨的墓2次。对，你就会觉得为什么反正我对我们的前辈这么不熟？那我觉得透过做这一个书，我觉得一起就是也希望就是可以让多一个管道，让其实台湾不管是大人读者或孩子读者都可以更加了解我们的前辈。为着要让读者对黄土水有愈深的了解，出版社也个设计报纸全刊，除了推荐相关册单，嘛，让作者分享做这个绘本的本身。作者表示，黄土水这个绘本是以日本时代台湾人物系列绘本的第2本，打算要佮出3本，让大家了解过去台湾各领域出场的人物。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日本真重要的艺术活动——6本木艺术之夜，9月底要起鼓。这届活动是特别说台湾焦点台湾做主题，而且更加特别的是，咱台湾嘛是国际上唯一有去参加6本木艺术之夜的国家。这位传统的台湾女性，因为后生死去，伫庙口埕起痟，半杯求神灵的安慰。这是台湾舞团为了日本的6本木艺术之夜所传的表演。6本木艺术之夜是日本每年冬天拢会办的活动，卡达已经办13档啊。这回日本特别设焦点台湾的单元，展现台湾甲日本之间友好的关系。台湾也是国际上唯一有参加6本木艺术之夜的国家。在今年更是有创新的著作，创设聚集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计划，让 focus， 而台湾就是被选为第一个聚集的对象。除了日本的6本木艺术之夜，会当看到台湾艺术家黄土水重要的作品《甘露水》。进前也以国宝的身份，头一届去日本，伫东京艺术大学展览。文化部长李婉也亲身去日本，伊讲日本即马对台湾的文化、艺术、人情味拢真有兴趣，即马是用文化甲日本交流的好时阵。我这次去日本的感觉就是，日本开始对我们的每一个产业的作品都产生兴趣，所以我很容易跟他们达成一个像6本木艺术之夜这样子，用台湾作为一个焦点主题来做。台湾伫咧巴黎文化奥运，成功用台湾的文化，互世界看到台湾。伫即马6本木艺术之夜，阁有7组台湾的艺术家，会结合台湾庙埕文化、槟榔西施、北家将、加布袋戏红仔，展现台湾的文化特色，也互日本民众对文化来熟悉了解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日时开始，热带性低气压已经离开啊。各地头今仔日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不过伫过昼了后，西半部也阁有东半部山区，拢会有局部地占雷阵雨。中南部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乡亲就要细致。接落来，当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懸34度；
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4度。外岛的温度26度至33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